大家好，今日係5月3號，星期日。香港咧，今朝天氣還可以嘅，不過下晝咧就落好大雨啊，冇出街啦，所以喺屋企玩下煮飯仔。今晚咧好簡單嚇，整個沙律，又飽肚又有纖維，都幾好嘅。有西芹、薯仔、紅蘿蔔、雞胸肉，再落個牛油果同埋落2個烚蛋。可以嘅啦。再落埋啲雞胸肉，5分鐘、15分鐘。材料就實好啦，再加啲牛油果、雞蛋、沙律醬就 very good。嗱，最後加埋啲牛油果、雞蛋，再落埋沙律醬。我好鍾意呢個搭配嘅。不過呢次薯仔落得多咗啲，食少啲澱粉質。美味有纖維飽肚嘅沙律就整好啦。